民间负担的不超过7000块，就是在你的生活基本工资的一个比例底下，房屋的负担也是在基本的工资一个比例底下。譬如说，假设25%或是30%，那这样子很多年轻人就可能结婚了。所以呢，我要给伟正建议，完全以人民的福祉为中心来打这一场选战，最后可能是可以逆转。虽然不大人看，应该还是有机会打赢这场初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说实际的，我第一次参选，真的没有人认为我会当选，结果我是最高票当选。那因为那一场选战，不是用政党的立场，是用人民的立场来打一场选战的哈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这一次在台北选战，嘛一堆人无看好啦，讲啊，这苏安这推动出来够机会。我跟各位报告。历史常常是跌破眼镜的，各位想想看，2014年，大家嘛无想到民进党会赢较遮济呢，足侪人无认为中产会调的，甚至新的分类嘛无人认为会调啊。大家想说，咱这个游议长可能是输朱立伦，朱立伦是被认为是国民党的储君呢。结果打到最后剩下多少？差点嘛的朱立伦的兵减对不？差点要兵准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历史是需要我们去改变的，所以改变历史都是年轻人，所以我们给伟正最大的鼓励，希望伟正能够突破困难，得到党部的提名，能够顺利当选台北市议员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